今日所睇嘅呢套房唔適合所有朋友下，畢竟佢122方只係嚴格嚟講做到一間房，享受型嘅一套2+1佈局，本身可以做3房2衛嘅，但佢只係做到一間主房，再加2間其他下，一個就係電競房，再加個衣帽間。畢竟呢個業主佢係一對情侶，佢未有小朋友之前去裝修嘅呢套房，非常之靚下，小紅書嘅一個風格。咁如果你人口多，你要求房間多呢套房直接劃走，再平都同你冇太大關係。但如果你係諗住買套房度假享受呢套房，可以大膽過嚟睇睇，或者通過鏡頭都可以睇得清楚我哋呢套房嘅情況㗎啦。122方一個主房，再加2個其他房間下。廚房呢個位置嘅話都係 OK 啦嚇，中規中矩嘅。咁呢邊仲有個側面嘅一個晾曬區嚇，嗱2個洗衣機喺度，洗嘅乾嘅都有嚇。咁我哋呢間房嘅業主嘅係花咗非常之多嘅心思去裝修嘅，一般人真睇唔啱。嗱，再加埋我哋呢個衞生間，就一個衞生間啫，其實佢係咁呢邊有個淋浴間啦，呢個位置有個淋浴地方 ，OK 嘅其實。咁如果係話你唔需要太多房嘅，咪呢間房啦，係咪啊？因為畢竟你買房係要嚟住嘅，係唔係話去遷就其他人，係你自己住得舒服就 OK 嘅。咁呢度一大排嘅櫃啦，嗱，一大排嘅櫃，全屋仲配有中央空調，喺呢個位置啦，好舒服呢套房。我當時入嚟嘅時候都係嘅，我本身諗住有好多種講法，但係我覺得呢套房你再靚都好，唔係所有人都啱嘅。咁我哋呢個就係書房、雜物房、電競房、辦公區都得。本身呢個係主人房嚟嘅，呢度一幅床一起翻起身就係一個房間嚟㗎啦。嗱，呢啲全部櫃嚟，全部櫃嚟喺度嚇，全部放3個櫃呢啲，跟住仲有一個衞生間，係啦，就係咁嘅情況。買嚟享受型嘅呢套房就可以睇啦，非常之有藝術 feel 下嚟啲咁樣 ，OK 嘅。呢個仲有一大排好櫃，整個儲物空間裝衫嘅非常之 OK 嘅，夠晒大。呢啲點講係咪啊？因為本身業主佢唔需要咁多房，冇必要去裝就其他人，咁佢自己買嚟自己裝修自己用，按照自己中意嘅風格就 OK 嘅啦。咁我哋前邊呢個位置都方便嘅。萬科城山姆會員店就喺棟樓隔離，視野景觀面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122方，98萬。咁如果有興趣可以隨時咁聯繫我攞資料睇房。